見到嘅就係呢一個第二期輕鐵啦。我見到佢嗰陣時我好興奮，因為第二期輕鐵咧已經係退咗役嘅。輕鐵踏入35週年，港鐵喺禮拜日開放喺屯門嘅輕鐵車廠現場展出第1到第5期嘅輕鐵，吸引大批市民前嚟睇睇五代同堂。我咧由細到大咧，無論返學啊，陪我媽咪去買餸啊，帶佢去補習啊，我都係咧搭輕鐵為主嘅。所以咧，我對輕鐵咧呢一架車咧好有呢一個感情嘅。如果冇咗輕鐵就等於話咧冇咗我嘅最主要嘅出行工具，亦都冇咗呢一個聯繫成個屯門區嘅唯一嘅主要交通工具。港鐵呢次有開放第2期輕鐵嘅車頭卡，市民可以上車參觀打卡，但係由於位置有限，每人只可以逗留大約5分鐘。今日最想睇係4期車房1期車啦，因為嗰次係復刻列車啦。而去復刻列車覺得好特別，因為今次港鐵第一次整復刻列車啦。咁佢今次復刻列車就係將第4期列車由咗第1期列車嘅塗裝上去啦，嚟扮翻1988年1期車嘅樣啦。港鐵預料呢一日大約有4000人入內參觀，好開心有咁多市民一齊為輕鐵慶祝35歲生日。